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中南部的雨是都袂停哦。昨晚高雄消防局有接到通报，伫咧桃园区的草水检查所附近，一口15个人塞车对边坡出落去，现场因为天气真歹，地基流起，消防人员透暝搜救到达，人是也被找到。 因为西南气流外来带着风排水气，中南部山区出现局部超大雨后等级的雨。消防局伫30暗接到报案，伫高雄的桃园区草水检查所附近，有一个火5个人开车规台车爬山坎，不过找至少6点钟也找无。雨一直落，地基拢乌空去，路才会落落去。消防局出动16台车、31个人来抢救，希望会当有好消息。毋但是高雄的山区。 南投赶快受到这波西南气流影响，做大水。这里是南投水里往鱼池方向的头131线。从记者后面的镜头，你可以看到这个山上的豪雨夹杂着泥水倾泻而下，水势相当的湍急。这个水已经完全的覆盖整个路面，甚至在另外一端这边呢，冲出了一个破口。除了水里乡到131线北无法度过，在21线81公里的棍径路段，正在土石绑来了，挡在路边。 公路局信义工务单赶紧派机过来抢修。信义乡的明德村是发生土石流，中寮乡的江平溪溪水涨起来，溪边的囡仔江也淹水。整个溪水暴涨，导致那个水排不出去，都淹进来我们那个庙里面。溪水消退了，庙方的人员赶紧清理，不过也是正担心所落来天气变化。气象署讲。 虽然日时了，西南风小可较减弱，雨会较细，不过中南部山区也是有可能落大雨。白天之后，西南风稍微的减弱了，所以整体的雨势较为的趋缓。但是还是要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中部的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而在大台北还有各地的山区，也要注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的较明显雨势。 办事包括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有部分地区甲小学停班停课。气象专家讲，将到后礼拜3，太平洋高压增强，台湾才会恢复到标准的热天的天气形态，就是雨少、温度悬。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湾天气是无稳定哦。咱做伙来看分图。 西南风带水汽，亲像苗栗以南，佮有东南部山区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另外，南部落雨的时间会较长哦。嘉义以南含中部山区较高上大雨，新竹以北也佮有东部关岛嘛较高上雷公雨。因那台北、大台北地区也佮有其他山区嘛会落大雨。各地头这几天是拢在落雨，伫咧山区就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出现土石崩落来，也是溪水涨起来的风险。 因那地势较低所在，嘛着按注意，有可能会有积水，也佮淹水的问题。受到大雨的影响哦，嘉义县一直有灾情，真侪山区的车路发生淹水含水崩山的灾情。伫咧阿里山乡的达邦公路，就有两个门亲像水墙共款哦。嘉义县长去到山区勘灾，也拄当这路基崩起、车路闭开的状况。 那含山区变起来，这平地雨水是有较hiệu寡，也毋过造成这天然灾害哦，民众嘛是真无奈，到当时也搁咧拼扫。路面出现几条的严重逼损，嘉义县府官员去山区勘灾，拄到惊险的瞬间。路拢无去啊，规拢等伊，吓死人。 突然一声真大声，大片路基伫目睭前崩起，在场族人安全起见，随即撤离环路乡加124线。侧村现在是我们公所这边还没有，因为它就是在里面的话，它两边都可以有交通的进出，不会像列为孤岛这样子。土沙水飘落来，一直向道路冲洗。这款的景象伫阿里山乡的达邦公路常发生，路面也拢是落雨梅。 道路变作河流，文山乡加149路段，互串流的土沙水看过，受到大雨侵蚀，嘉义县真侪乡镇一流灾害。尤其山区道路至少有10外个所在，毋是积淹水，都是土石崩落。嘉义县山区啊，那下的非常多，都在250毫米以上。那所以整个道路里面，那被冲刷的非常严重。 因为上大雨的关系，阿里山林铁本线31继续停驶，也毋过昭平甲新北支线有计31下昼1点起会恢复营运。比起山区大水雨成灾，平地的雨势已经较暖和，也毋过水上乡有居民真无奈。
前几日的大雨造成灾害，徛过到打也未清理完。从我摕到雨遮，我就紧的，我就赶紧来看啊，对不对？我这个动作没有做的话，就反出来了。在地居民无奈，徛过冲击大量的土沙水，控诉主要原因就是附近面体的一个冻土墙，伫去年风台放弃，即摆搁拄着大雨，和第四个地区的住户都受影响。我们这住户都住那么苦1年了耶，3个台风哎，从上面这样子倒塌以后，土每一次的崩落，我们每一次听。连台积电家己厂区4号位也捌传出淹水，为了为调至相关局处会勘，嘉义县府表示会争取经费改善附近排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西南气流带雨水，伫咧高雄屏东的山区雨落真高哦。昨高雄茂林伫24点钟内落超过660毫米，高雄屏东的山区溪水涨起来，土石嘛放落来，这也造成台20线、台27线，也有台29线，拢总是交通断站。民生大桥也是已经被暴涨的溪流冲击到桥梁。极大土山的串流溪水已经涨到民生桥的桥身，为着安全设想，公路局30下晡紧急封桥，认为这帮桥是台29线南马社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桥袂当行，部落居民要出入就要斜对另外一头过，因为大雨交通中断的所在，阁唔能安尼。因为雨水上高，桃园拉夫兰部落到龟顶县的道路出现土石流，民众赶紧摕沙地来挡，避免灾情扩大。伫高雄山区雨水一天内拢落超过400毫米，包括台27线的6股段、台20线的桃园段。有的路段是因为溪水涨起来做预防封路，有的是因为土石放落在路面。公路局是派出机具赶紧来抢通。那目前山中持续的一个降雨，路面有一些山边坡的泥流跟坍方的部分。甲线公段持续办理的一个清理。另外，屏东来义乡对外主要道路凯南联络道，也有边仔山坪未堪哩大雨插落，雨水甲土石冲落来冻伫咧路面，有的土石甚至阁冲入去边仔的人家厝。短500公尺都有4大崩山，公所早起紧急封路，派怪手先来抢通。下晡4点外已经会当单线通车。早上我们先紧急拉警戒绳封闭道路，那么上午呢，我们乡公所先实施单线抢通，目前单线已经抢通完毕。气象署表示，31南部山区也是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随时会上大雨，天气不稳定，民众除了避免前往山区以外，也要随时做好防灾准备。记者柯秉哲、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8月台南后壁落大水淹雨，点解是趁水提的时阵赶紧来变数？也毋过真侪电器是因为浸水歹去。电解风台扫过，也有在厝顶也未修好势，即马是继续在落雨，民众是真无奈哦。中央嘛伫咧台南成立分嘉南的灾后护管前进指挥所，各部会也伫咧讨论要安怎来治水。灾后第2天，规个店面愈加价，后壁青了老街，才会店家趁水提赶紧的整理。较无奈是电器家电拢总互大水雨淹着，地势歹去，要清理家园就要过一段时间。在咧这居民反映实在无法度处理，希望政府斗帮忙。另外，自顶一个风台走，即阵天气3不5时，佫无稳定，厝顶也未修好的民众，变啊落雨厝着滴水，互因清袂离，有影真无奈。我家己人安尼流，你讲正经拢用规个咧流，安尼不过爬袂起啊！希望讲若讲像即种情形哦，政府会当讲，派讲吼有一个较老的遮吼，会当甲帮忙啊。你看布啊遐济，红啊遐济。所以就算讲你有暗嘛是会漏水哦。有啦。就无奈就对。嘿啦，你看。阮家入水呢，你看你去迄间面厝买啊，内底嘛是哦，佮村里间个大一尔。行政院长张罗南勘灾宣布说，分嘉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由政务委员陈金德担任指挥官，30透早内政部、经济部、农业部甲工程会等单位已经进驻台南市政府明治市政中心，嘛先开第1摆会议，针对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讨论要安怎有效来掌握工具甲工法，嘛拼要伫明年雨季进前完成重要的治水工程。今天呢是第1次的会议，针对了民宅的一个修缮的一个样态，以及后续的协助的这个机制，都会来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以及进行的一个方案等等的。另外，已经因为台南市洪灾造成厝遐受损，补助方案拢已经公告啊。
会照升长的程度来补助1班、5班、10班。不过因为拄到大水后，台南停班停课，作业天数有前着。公所嘛讲，拜日1万块的补助案已经发963件，最近会个陆续会入去考察。这灾害补助拢总有24000件，相关单位嘛等咧赶紧审查。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先来带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咱就来看自由时报。教育部补助设立2会专班，对106走到113学年度，已经是有增加1160个班，拢总是增加17000个名额。今年打算会阁来增加100班，让这囡仔来读册，嘛减轻家庭的负担。再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印度进口的商品要来扣25%的关税，嘛批评印度对罗西亚采买能源也有大量的军备，会另外对印度来增加这天发性的措施。再来看中国时报，8月23日罢免投票，昨拿绿两党拢有召开中常会。检进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头届公开向公民团体来会师的，宣示全党会陪公民团体来行到最后。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全党爱团结，强调讲这8月23是伊卸任党主席进程的最后一战。7月2日大罢免无成了后，民进党昨是头一届来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向公民团体也有支持者会师的，也讲8月23这第2批的罢免投票会继续和罢免团体徛做伙。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甲8月23当作是伊家己做党主席任内的最后一战哦，以后要全党都爱来团结。7月2日头一波罢免失败了后，民进党头一届召开中常会，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表示，伊承担所有批评，向国民团体甲支持者会师礼，也表态8月23第2波投票会继续甲罢免团体做伙行。民进党会继续与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林右昌秘书长日前已经向我请辞，我也接受了他的辞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要请副秘书长何博文确实完成我交付的2项任务。在灾区协助人民复原，在罢区陪伴公民前行。宁愿得罪罢团的好朋友们，也要很清楚的拜托他们，感谢他们，是不是？他们能够去撤回这个案子，我就是带包卫生纸给柯总刀，让他自己去擦屁股。你要有自知之明。讲家己是党内乌鸦的王世坚是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无应该继续和社会对立，但是意见无互采用。8月23日，阁有7位国民党的6位罢免案被投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定调为家己党主席任内最后一战，化成全党团结英勇。这是我们21全任期内的最后一个大仗，我们一定要拼到底，一定要全力以赴。对我个人，这也是能够顺利交棒。放心交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除了罢免投票，8月23阁有核3延长棒的公投。朱立伦表示，会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合作，做伙举办宣讲，大力支持核3重新棒。当民进党政府听不进民意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更大的民意，让赖清德听清楚，让办理核3研议成为民进党政府的法律上义务。因黄国昌批评讲，行政院无针对公投案提出反方意见书。行政院回应讲，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甲民众提出的听书是无同，依法无需要政府机关的意见书。建议黄国昌参考公投法的条文，卡免错误的理解造成错误的指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罢免投票进前，有一寡人也的首长用普发现金1万块来请民众罢免按照无同意，强调这税金若是有中，就爱还给民众。花莲道民进党议员提案，要求县政府甲有中出来的1亿3000多万，也更有在违法新增加的161亿分给县民，一个人拍算是通分到5万多。花莲县议会伫今年2月份的临时会，民进党籍议员吴仁顺要求县政府伫在违法收罚了后，会当摕到161亿，加上花莲县政府税款敲定，照例普发县民一人51698块。去年蓝白立委在立院不断的针对财划法希望地方能够分回更多的这个财源我们花莲县能够分回161亿，那换算下来，我们花莲县的县民有30出
出头万，那换算下来一个乡亲能够分得5万大罢免连赢惨败，真侪人认为罚1万块对投票的结果影响真大。即马地方嘛出现要求地方政府要比较中央，用税金予民众的声音，照算花莲目前破发的金额上悬，引起关心。很棒啊，很棒啊！5万再加上中央的1万，那有6万元，很棒啊！花莲县政府一届钱安尼做一届就用去袂使。啊是迄落啥小确幸1万就好啊。花莲县政府表示讲，本案中央还未公布实施，分配数额还未得到，即马无具体的财源会当供应相关的收支评估，各强调160亿的用途，要优先用在民生法案。那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针对于立法院委员通过的财划法来开始对于各地方政府的分配，能够跟地方政府来这个连接，来这个。那另外对于161亿的部分，花莲县政府也会针对于我们无论是地方的基础建设，或者是社政、卫政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都会这个来提出。无党籍关议员杨华美认为讲，这样提案是临时会提出来。有2个议员呼吁送县府，要等县政府回应。不过，伊忧心大罢免了的各种政治斗争，希望社会大众会当了解政府财政的量上款甲超定税金的合法性分配甲使用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罗西亚县东外海有发生规模8点8的地震了后，勘测甲半岛出现3米至5米悬的海中，这海中影响到法国所属的普利尼西亚，也毋过规模是比原本料算搁较低。日本和夏威夷的警报嘛都已经降级。伫海岸边规大电惊吓海西跳海逃生，后边的山壁一直有石头放来。这是 Russia 勘察加半岛附近的安奇费罗夫岛，希望真一寡海西感受到危险。规模8点8的强烈地震引起129发射普利尼西亚加智利拢发海啸警报，并离晋阳北边差不多450公里的克廖切夫火山就开始喷发，伊是北半球上大的活火山。监测单位讲，伫火山西边的山坡会能看到烧滚滚的熔岩流来，并且有火光甲爆炸。塔斯社报道，这边地震造成当地机场几多人轻伤，有就伊伫边的病人惊甲跳窗仔门也受伤。前岛群岛的海啸有5公尺悬，是巴拉莫希尔岛的贝古里尔斯克镇有水产加工设施受到损害。экстремаль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这边千赞地震造成罗西亚偏远地区几多栋建筑物损害。Поэтому то, что там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обытия, особенно по этому вот субдукционному поясу, это ожидаемо, это понятно, это... 智利甲全国面太平洋这边的沿海地区海啸警报升悬到上悬等级的红色警戒，范围包括6400公里的海岸线。伫海啸威胁慢慢解除了，真侪所在警报就调降或者是解除。日本东部沿海发布大规模特例令，夏威夷部分地区也同款。夏威夷记录到上悬的影1公尺7，日本记录到上悬的是1公尺3。福岛核电厂的员工疏散，迄天暗时，日本、夏威夷加俄罗斯几多个海啸警报拢已经降级。海啸影响到发射普利尼西亚，当局要求马贵斯群岛的居民撤离到较悬的所在。迄当阵估计海影上悬会到2公尺半，不过第一波影到的时阵是比预期较低。加州加加拿大比斯省影差不多半公尺悬，命警报拢已经解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勘测甲半岛的东部外海昨发生规模8点8的大地震，气象署嘛发布台湾史上第3届海中警报。海巡署和海洋署拢有赶紧甲民众疏开，嘛有通知渔船，经过这西南和东南部沿海上界危险，海中有可能会到1米悬。也毋过气象署是这测量，这台湾沿海的海中上悬是伫咧南处有12公分，也毋过大部分拢无超过10公分。时代大包细包排队坐游览车，罗西亚勘测甲半岛东部外海爆发规模8点8大地震的影响，气象署发布起加0警报，台南7个区公所专工派游览车去沿海林里来安置居民。金门成功地区小狗影是直架，达到风速5级，海影1.5公尺悬。起加0伫下晡1点18分开始影响台湾，相关的机关也早就咧准备。及海边活动及近岸作业船只，
注意防范。海巡署也伫华美加强部署，可能咧看海洋的民众赶紧离开，也去江美甲渔船宣导去家人的警示。另外，海洋署也请渔会通知去家人的状况，请船主爱甲船只保护好势，并且请外海渔船注意防疫。台湾东部几乎都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区域，所以它对形成海啸堆高的效果是不太容易的。根据气象署去家人的警报，原地预估包含北部、东北、东部、海峡沿海，去家人会比0.3公尺较低。那东南西南沿海可能有0.3到1公尺悬。后续实际观测的结果是台东成功、小琉球、屏东的东港有7公分，红头树是有12公分，也伫下晡5点10分解除去家人的警报。2025年地震破裂的区域呢，它跟1952年破裂的区域其实看起来是相当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大概每10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华裔事件。不过，这届地震规模有到8.8，主要刷地震位置就是伫千岛海沟。过去伫1952年也捌发生过规模9的地震。这届为了地震专家郭凯文分析讲，为了达到8,000粒的原子弹，加921的46粒原子弹，属于无共量级，后续更加爱注意地震尾。千岛海沟是一个要防范的重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阿留申海沟，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一带。其实也是要注意的。专家也提醒讲，台湾因为伫菲律宾海板块，相对来讲受到的牵连会较少。不过后续7级以上的地震尾，也可能搁再有其他影响，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加沙地区的难民尤其失踪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英国首相史凯尼29日宣布，以色列若唔赶紧收煞，英国按算伫咧9月的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I can confirm the UK will recognis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unles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akes substantive steps to end the appalling situation in Gaza, agree to a ceasefire, and commit to a long-term sustainable peace, reviving the prospect of a two-state solution. And this includes allowing the UN to restart the supply of aid and making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no annexations in the West Bank. 英国首相史凯尼29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了后，做出这项重大宣示。伫法国了后，正做第2个会伫9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7大工业国。伫全球140多个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当中，英国甲法国的影响力上大。唔但是有核武器的以色列盟邦，也伫联合国安理会有常任理事国席位。法国外交部长已经先欢迎英国加入法国带领的这一波拍拼停止无尽头的暴力宣传。拄结束苏格兰之行的川普表示，伊无讲到这件代志。We never did discuss it, and we have no view on that. We're going to get a lot of money to the area so they can get some food. 以色列马上表态拒绝英国的举动。总理纳坦雅胡大文批评这是咧奖励哈马斯的恐怖主义。不过，加沙战争罹难的人数达到6万。巴勒斯坦散居落去的囡仔，民众烧钱抢粮食，一个往事的画面一直传出来，令到危机恶化的程度轰动全球。就连川普都无接受以色列好人基本的讲法，愈来愈侪国家认为应该扩大压力来促成停火。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环保署伫咧29宣布，排放温室气体对人体是无败害，所以要来取消车、发电厂也有其他行业所有排放的限制。德国环保人士批评川普政府完全否认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而且这寡灾害是等待全世界发生。伫公路上一大片乌烟，顺即个风一直吹向天顶，工厂也一直清乌烟出来。美国环保署29宣布排放温室气体对人体无任何危害，发电厂的碳排放严是气候变迁的一大凶手。虽讲川普政府甲环保署已经伫咧规划计划，要取消美国机动车辆、小土炭甲小天然气发电厂所有温室气体限制法规。美国环保署长泽尔丁讲，美国已经用超过1兆美金，大约是代表30条，伫温室气体审查的监管顶面，若是废除这项实施将近20年的限制法规，因为美国每年省540亿美金，大约是代表1.6条。另外，泽尔丁也讲，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上介大的放松管制行动。That we at EPA must choose to both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grow the economy. That it's not a binary choice. And we at the Trump EP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Trump, choose both.
根据美国主流的媒体《纽约时报》甲《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环保署早伫1月就取消温室气体限制计划，并且已经伫5月送到北京去审查。所来是45天的公众意见定顺期。这是美国环保署主张对汽车制造商加这碳排的限制，这是真正危害人类的做法。因为这个监管的做法会让消费者选择变较少，付出的成本更加悬。因若这个言论也引发环保人士的烦恼。Now, this is especially hard to understand given that China is racing ahead to dominate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cars of the future. Trump EPA is pushing us back to the cars of the past. That won't do our car industry any good. All it does, as I said, is enrich oil and gas companies at consumers' expense. 根据了解，交通运输业是美国即阵上大排放温室气体来源。环保人士批评泽尔丁可能现实，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正伫美国要全世界正伫发生。另外，根据全球大气研究温室气体排放资料库显示，美国是全球第2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是第1。伫2023年，美国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1%，也来中国是30%。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今日伫在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除了美中的战略竞争，中国嘛当地积极渗透台湾的友邦逼流。华盛顿邮报就报讲，中国透过有争议性的商业投资，在逼流的美军战略设施附近，摕到关键的土地租赁权，引起美国逼流和台湾三方的警戒。说来，风台但那是7月初，甲咱南部是霜冻甲真厉害。天主教教宗良14世，毋但为受灾的人民祈祷，嘛只是教廷提供援助。咱驻教廷的大使馆表示，有收到教廷寄回5万块美金善款，咱的外交部也表示感谢。说来，美中第3轮的贸易会谈结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和中国的协商进展是真顺利，伊认为会当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镜头转到国内，台北市信义区昨暗发生一个命案，一个27岁姓郭的小姐，暗时8点外在信义维修停车场，去互一个14楼的前男朋友压倒扑，该送病院了后急救是救无回来。警方伫咧今仔日已经伫咧宜兰县五吉乡，甲这个4楼的查甫人抓起来了。命案现场由封锁线，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地下室的停车场，30晚8点外发生一件挂暗棍仔的命案。伫夜店做公关的27岁姓郭的女性，伫咧上班附近的停车场，和敢若是有感情纠纷的前查甫朋友压倒太后暗棍仔甲巴肚，现场无喘气心跳，送病也是救袂大。我想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我就看到医护人员好像很紧急在要往某个地方跑去抢救，然后他们就冲下去地下室了。命案发生伫咧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姓郭的女性甲4楼的前查甫朋友，以前是夜店的同事，也捌同居过。不过两个人一直有感情纠纷，查某敢若受到剥夺，今年5月申请家暴保护令，顶礼拜才发来，无想到讲就发生命案。男性，然后瘦高，对。大概30岁左右。你知道他的职业吗？他跟这个死者是前那个也是夜店的同事关系。对，前同样都在职吗？没有。所以男方已经离职。对。警方已经通知被害者的家属，30日透早伫咧宜兰县的五吉乡已经抓到嫌犯4楼的男子。因那详细发生的原因甲经过也会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小港3元电池厂伫咧7月2日发生火烧哦，经过半个月啊，这当地里长是真不满，单年的董事长拢无出来回释的，事故原因也嘛拢无清无楚，昨早起有大约200多位居民去抗议，要求这3元都爱迁离开小港。100几个小港在地里面甲里长手提抗议的诉求甲心声，大声喊出爱3元迁厂的诉求。小港里长讲，3元自14火烧了后，第二董事长拢无出面回释的。200发的新闻稿，事故原因嘛讲甲未清未楚。民众要求的安全到底伫倒位，因真正足惊。现在谁敢提出具体方案？应该没有吧？连市府那是不飒飒，对不对？你们什么时候展开清理的工作？经理或董事长都没有来向我们的里民道歉都没有。我们是2等公民吗？这个地方含有瓦斯管线，还有中油的大林厂的中油的管线，
到这个地方，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地域。针对电影的诉求，三元能源总经理代表接定证书，台泥集团发言人表示，意外发生了后，虽然有请人调查事故原因，不过这部分需要公部门来公布，因无法度代表发言。目前也无复工的时间，现阶段会以电影的意见和心声为主，三元一定会继续沟通改进。时间我们一直很努力，要把后续的这些做一些收尾。 不要让后续任何哪怕一丝一毫可能发生的污染飘出来，影响到各位。一个一个里重新去拜会，不能只有拜会一次，拜会更多次，一直到更多的民众能够接受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开始，我们才会去思考后续的事情。三元表示会继续甲电影厂商改善安全的问题，不过里长强调，不论事前事后，三元的态度已经互因失去信心。现在电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三元清枪。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国立台北大学主要的校区是伫咧三甲，也毋过台北市内也有3间校地。监察委员就讲，民生和建国校区用产学合作的名义来办 BOT 案，这是牵涉到不当开发，也有独立财团，毋则会来提案纠正台北大学也有教育部。 国立台北大学目前主要校区位伫三甲，占地大约54公顷。也毋过伫台北市游园有3块校地，拢位伫彰化地段。监察委员指出，其中的民生甲建国校区以产学合作名义办理 BOT 案，也毋过煞无符合大学教学必要，亲像涉及开发不当甲独立财团，所以提案纠正台北大学。有需要把那个校地交给民间去新建，这个样子这么庞大的 BOT 吗？ 难道这2块地国家没有其他合理的使用吗？就为了那个几趴的营运收入，你把这2块，我都还没去算算它公告现值、公告地价有多少，这么大的一个黄金地带哈，你就使用权让给别人。监委质疑台北大学为了避免台北校区土地使用率伤低，方收回办理 BOT， 也毋过伫民生校区兴建的校友会馆，只做一般的旅馆使用，真歹提供私人使用，伫后来也引起争议。 建国是由国泰产业研发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5亿，有50年的使用权，跟你学校所谓建了一个产学研发中心，民生 BOT 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案子，它由这个宏汇民生合作联盟它来设了。 那投资了21.6亿啊，空间有12000平左右。监委认为，教育部无要求台北大学确实检讨使用需求，如何认定这间学校的 BOT 案也当在纠正。对此，台北大学回应相关设施无符合文教设施的情形，而且 BOT 案对本校财务会带来稳定收益，未来会审慎依照 BOT 案契约内容执行相关事项，以符合大学兴办的目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卫福部带条件通过2件加热分级者拢总14项产品的审查，这就互民间团体批评讲，根本是牺牲台湾人的健康。嘛，这个卫福部徛伫咧业者迄边，那国建署长是强调讲，这拢是依法处理，未来卖严格来审查。 审查2档的加热粉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对外公布结果，国建署伫29公布有2件国外的加热粉业者拢总14项的产品，伫咧未来有条件会当合法进入台湾市场就市来卖。不过通过加热粉这个代志引起民团不满，烦恼讲加热粉同款的危害健康，对青少年造成不好的影响。加热烟的烟雾中有29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是传统纸烟的2到10倍。 那当然，加热烟它没有传统纸烟浓厚的烟臭味，但是它就是会上瘾。民团批评政府推动健康台湾的政策，所有条件通过加热粉，也即期国建署伫7月初10才对外表示，敢若剩8件的产品咧审查，结果短短半个月却通过14件的产品，而且拢是来自美国、日本2大跨国的分商。民团也即期讲政府讲话反起反倒，有独立抽象的嫌疑。 卫福部可以违反台湾的烟害防治法本身的民法，然后护航2大跨国烟草公司的加味加热烟违法上市。如果是图利的话，我就被抓去关了啊。用猜测性的问题我觉得不大好啦。尊重民团的倡议，但是人都有道德的体现。行政机关、行政人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依法行政。所以呢，有什么样的证据，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序。
对此，国建署是强调，这14项的加热粉产品是伫2023年6月底就陆续上线，先早2年半的时间，规定拢是照专业的标准咧办理，绝对毋是道理，也无乌手作业。目前敢若到有条件通过阶段，也袂当就市。后续阁有制作、包装才会生渣，爱通过上尾的生渣才会当卖。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厝内人若是有身心障碍者，也是行动无方便的人，大大细细是拢爱做伙落去照顾。民间团体表示，有一寡囡仔人去照顾，这毋是个案，长期落来恐惊是会影响到未成年照顾者的心理和成长哦。卫生部和教育部都表示，会来建立更较较正的制度，协助这寡未成年照顾者。有时候在帮他穿衣服的时候，我很常会被他就是突然一个巴掌过来。我嘴角就流血。厝内阿兄有智能障碍，小弟讲自细汉就爱照顾，定会拄着阿兄行为失控的状况。民间团体指出，这款情形定会对未成年照顾者的心理造成严重的创伤，而且因嘛有可能无意识到家己是照顾者，因拄着的状况是无合理的。民团要求政府要爱重视未成年照顾者的权利，买伫学校传达长照资源的资讯。我们的推估大概95%的孩子。如果你在校园里面这些长照的资讯、1966专线的这些资讯都是贯通的话，这些家庭是有能力自己解决。民间团体指出，这种状况不是个案，建议政府爱对囡仔进行普查，甲未成年照顾者找出来，然后爱建立分级汰选制度，针对无共状况的未成年照顾者提供协助。卫福部表示，目前除了修正汰选的指标，优先提供未成年照顾者协助以外，每年还安排未成年照顾者的调查。他如果发现他的主要照顾者是小于18岁，那他就要进行一些所谓优先照顾的一个安排跟调整。在今年的年底就来规划这个所谓115年的儿少生活状况调查。另外，教育部是回应讲，去年有针对学校发布判断未成年照顾者的标准，老师若是发现学生有状况，就会当通报。教育部表示，会继续整合各界的资源，希望伫教育的第一线提供未成年照顾者协助，或者囡仔健康成长。记者魏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先来关心民生议题哦，因为目前这猪仔的供应量无够，农业部是要求全国各地肉品市场总休困一日，因为自去年底开始哦，这猪仔的破病数量减少，拍面价1公斤也超过100块哦。加上天气热，更有一寡猪条受到风台的损长，有讲是爱9月过去了后，这供应量才会较稳定。肉品市场内是空啰嗦，无咧拍卖猪仔。因为年初猪仔流行性放利均价，即使猪批破片育成率降低，最近全国各地拢严重欠猪。农业部各肉品市场业界协调，全国的肉品市场第30休市一日。从年初到目前，今天是第一天，中央政府采取就是增休、停止拍卖。近期的猪源不足，所以严重影响到全国的拍卖量。全部都下降。云林肉品市场表示讲，依照云林肉品市场一日拍卖2400只猪仔，不过最近敢若剩2100只，差超过1成。即使拍卖价1公斤超过100块，为着要做调整，肉品市场第30暂时休市一日，一般的肉店是第30日休市一日。年龄现在目前还是不够，而且又价钱比较贵，还是一样啊，因为我们在做生意。就是比较少吃一点比较少吃一点。对啊。好。云林肉品市场讲，猪仔成长期大概7、8个月，搁再热人原本猪仔就因为天气烧热食袂落，大了较慢。若7月的风台吹在地属中南部猪条害去，加减嘛影响猪仔供应。如果爱等到9月了后，猪肉的供应再慢慢恢复平稳。记者综合报道。自来水管旧内有可能会逼顺漏水，也会害车路出现缺扰哦。这因过是拢爱靠人工和经验来检查，工研院就开发一套 AI 漏水智慧监测的技术，未来就会当安装伫咧水表和消防栓进行监测，若是有漏水，随就会知。水管用久，难免会破坑漏水，自来水公司就要赶紧派人来抢修。过去拢是靠技术人员的经验去找出漏水的所在，即摆利用工研院漏水智慧检测技术，透过机器用听的方式加上 AI 分析，会当轻松知影讲倒位有漏水。这套设备呢，主要就是为了因应目前
海水检漏员的一个人员的退休。那退休的过程中呢，他们比较有经验的检漏人员的相关经验，经由我们的 AI 设备，让他们可以快速的进入这一个检漏的一个过程跟流程，而且可以协助他们快速听到整个漏水的声音。现在设定一天误差范围10吨的话，那系统它自动计算，只要在10吨范围以内，那系统就会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哪一区的干管出现了漏水异常。这套漏水智慧检测系统，佮结合 AI 演算法，透过现场的资料收集佮分析，会使把结果传送转去予技术人员，唔免出门就知影讲倒一个路段、倒一个地点咧漏水，甚至漏偌侪水都会当知影。工研院表示，准确度有到90%以上。是利用那个管路，它泄漏的时候会对这管壁产生震动嘛，哈。它的声音经由土壤传到地面上，我们是用这个探头去截取它的声音，来判断说它地底下的一个管路有没有漏的情况。工研院指出，这套漏水检测系统已经有甲自来水公司合作，未来会当安装伫咧水表、消防栓，互技术人员透过科技分析甲检测水管漏水的情形，唔能降低人力支出，成本嘛较省。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用9年的时间进行古迹修复，国家铁道博物馆将正式开放第1阶段展区。其中上界影北的，就是会当坐修复了后的拿配茶游火车，伫咧游览规个园区内底游览哦。这嘛是唯一驶伫咧台北市区内底的火车。拿配柴油客车慢慢经过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的古迹建筑，甲景观绿廊，总算到站。这是经过专业真悬、辛苦修复了后，正式出现拿配柴油客车，也是将要对外开放第1阶段的展区中上大重点。完全复刻，而且修得非常好，完全跟新车一样。铁博馆自己来负责这个营运，所以会做动态展示。一个博物馆哦，光静态不足以吸引很多的铁道迷。博物馆园区进前是台北机场，2015年获指定做国定古迹。文化部表示，这摆开放的区域包括2000年劳动节迄日获指定做市定古迹的员工浴场。蒸汽机车维修，利用它的热加以回收，来放在那个冷水里面，可以在里面来冲澡。徒弟要帮师傅擦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请启动，铁国前行，国家铁道博物馆第1阶段。在行政院长对应台中人的主持之下，透过启动仪式，正式宣告博物馆展区都要开放，准备引起咱国民众的细汉时阵铁吉路回忆。文化部强调，铁博馆收藏86台的老火车，数量无输世界的大型铁道博物馆，其中60台已经修复完成，未来拢有机会伫铁博园区复驶，串联无共世代回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电影《阮兜的代志》是伫讲中华社头一个传统家庭的故事。这出电影伫咧今年纽约国亚洲影展摕到最佳剧情片的奖项，这嘛是12年来头一个得到这个奖的台湾电影。We award the Uncaged Prize to Family Matters. 评审宣布，2025年纽约亚洲影展 Uncaged 单元得奖的是台湾电影《我家的事》阮兜的代志。这出电影以中华社头做背景，咧讲台湾传统家庭的感情牵连，搬出一家伙仔的爱甲秘密。这嘛是 Uncaged 单元办12年以来头一出得奖的台湾电影。是一个很胆小的人。那拍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勇敢的事情，也希望这样的勇气透过《Family Matter》这部电影可以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导演潘克印本身是中华社头人，伊表示，伊真早就离开社头，出外去读册、食头路，直到以家庭故事做题材，所以拢伫社头处境。而且影片有80%以上拢是讲台语，就是希望甲故乡的气味、家庭的记忆，用电影记录落来。我既然是做爱回去中华的，感觉回去的时阵，拢会
得到真侪力量。要甲即种等于厝的感觉，甲伊留伫即个电影内底。就算讲以后我等于到社头，可能一家伙人无伫啊，但是至少有即出电影，对我个人来讲，即种其实提醒我讲，我甲故乡的思念是偌深。花客因导演甲台湾在地风景、传统家庭的模样，透过影片展现伫国际舞台，用电影互世界熟悉台湾。这届纽约亚洲影展 On Cage 单元，计共有8出电影做伙竞争，成功摕到奖项，嘛是台湾电影的新纪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已经5年，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李登辉基金会就做伙办所谓李登辉特展，希望讲透过科技，让民众会当看到台湾民主化的历史。原来前总统蔡英文嘛特别出席参加。总统，可以麻烦你帮我按接听键吗？透过 AI 科技，前总统蔡英文和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通电话，为出咧和本人对话。台湾人民嘛爱搁较团结，拄啊好一届，咱会当来利用即寡先进的科技，互老朋友搁一摆甲我相会。前总统李登辉已经过身满5年，国立台湾图书馆和李登辉基金会甲朱策会做伙举办所谓李登辉特展，毋但是要透过科技呈现台湾民主化历史，也要传达宝贵的民主精神。他所回答的内容是以李登辉总统过往的思想与资料为基础，推论他的选择与价值，而模拟出来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因应这个时代的挑战。这个展览分做中红、对话、阅读和合影4个展区，唔会使行入李登辉的厨房，买当和伊开讲，了解李登辉的人生故事和台湾民主的发展。前总统蔡英文佮特别和 AI 李登辉做伙翕相做纪念。李登辉基金会表示，大家唔会使用华语界对话，讲日语买通。除了在语义上坚持民主与台湾主体性的伦理框架外 ，AI 李登辉已经具备日语对话能力。朱策会表示，展览的期限有2年，未来除了会参考民众意见来调整，嘛继续加强台语 AI 的开发，让 AI 李登辉嘛会使用台语和民众对话。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关心生态哦，德国的纽伦堡动物园伫咧当地时间29日传出重大的证据，管理单位是讲，人行大空间上的数量上济，所以就用枪杀的方式来杀死12只非常健康的人形，这嘛引起动物保护团体的抗议。因除了伫咧动物园外口和警方发生冲突，动物团体也拍算要来告动物园的管理单位。抗议民众集合伫动物园入口，其中部分的人想要爬过栏杆入去动物园，结果有7个人被警方当场抓起来。事件起因是纽伦堡动物园管理单位以人形族群数量超过动物园的容量为理由，枪杀部分的人形。动物园的园长达格安克指出，动物园内底的人形生活区都开始设计，敢来使饲25只的人形，不过人形的族群是快速成长，就算动物园进行节约，也增加到40只规模。伫无都放生，也是移转到其他动物园进行的。管理单位依法用枪杀方式来减少因的数量。Da gab es einige K.O.-Kriterien, zum Beispiel trächtige Weibchen. War klar, dass die nicht entnommen werden. Genauso Tiere, die i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 teilnehmen. Die wurden gleich wieder auf die Anlage gelassen. Andere Tiere wurden separiert. 孙上早伫动物园提出这个计划时，动物保护团体就发起抗争。伫说明会才各种场合阻止计划进度。伫阻止无效了后，动物团体决定用法律的方式来控告这个管理单位。Wenn die Tiere zum Abschuss freigegeben werden, die Strafanzeige unsererseits ist schon vorbereitet. Und auch da spricht das Tierschutzgesetz eine klare Sprache. Wer ein Wirbeltier ohne vernünftigen Grund tötet, riskiert eine Strafe von bis zu 3 Jahren oder eine Geldstrafe. 动物园讲，过去开始要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人形数量上侪问题。对2011年以来，已经有16只人形被送往巴黎甲中国动物园。不过，这动物园甲进前捌被送往西班牙的另外一间动物园，录音达到家己的接受能力。虽讲几年前开始，又无达到有机效果，动物园也放弃这个避孕的方式。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
北极海域的海藻是拄当生存的危机哦。南纬北部因为地球暖化气压减少，一寡海藻是已经开始食水果来滋养。另外，最近这几年禽流感嘛造成几若万只海鸥死去，有渔民就替这的海藻起旅馆，互因通好伫遮做收，希望会当恢复族群的数量。南纬北极圈的瓦尔多岛是世界级的海藻天堂，热天生态大量的海藻海洋区，吸引真侪摄影甲爱生态人。也毋过因为最近几年全球禽流侵袭，加上人类过度的掠造成食物不足，甲暖化造成洋流改变的冲击，互海藻面临生存的危机。1990年代以来，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沿岸爱伫徛壁做收的3只海藻数量减少8成。瓦尔多渔民汉森3年前开始将茶箱跳起来，打造海藻的旅馆，为因提供一个安全的据点，安心生态后代。安尼做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海藻伫市区做收所带来臭味甲大便。南纬海岸线已经有7个3只海藻的专属旅店。It's been there for 3 years now. The first year there was 55 nests. Last year it was 74, and this year we have 76 due to the bird flu. Probably many of them died, so that's why there's many empty nests around the whole city. 对于当地人来讲，每年3、4月是海藻为人民飞来做收换息，就代表大地回春，一切会变得公平美好。瓦尔多也阁有海藻博物馆，甲在地文化紧密相连。附近无人岛霍尔诺亚，凡是季节有10万海藻大军伫遮成家做收，会当讲是欣赏鸟仔的天堂。也毋过遮共款面临族群减少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气候变迁。另外，2023年起，全球爆发大规模禽流感，敢若南纬北部沿海都造成2万多只海藻死亡。保护因中建族群变做真紧急的任务。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伫咧香港电影内底，常常看到演员伫咧伫个烟架顶头伫烧脚，也是烧拍。这款烟架是真有香港建筑技术的代表性，也毋过即马是愈来愈罕见。香港政府表示，未来会用更较用的铁仔来代替竹仔。伫香港电影内底，常常看到伫竹仔烟架那种飞动的场面，或者是落落去吊挂的五人情节。大并且形容有名电影的计划接获是科技，甚至刘德华嘅叫神路竹仔烟架场面。我覺得搭棚咧由一條竹啦，可以搭到萬丈高樓從地起嗰種感覺，成座嘢大包圍，或者可能凌空搭個棚俾人咧，我覺得係藝術，同時亦都係覺得好正啊！成件事真係好有香港嗰種縮影啊！竹仔煙架甲傳統技藝同款世代傳承，自古以來喺中國甲亞洲其他地區被廣泛使用。竹仔因為較輕巧，為中國單邊運輸較方便。喺香港這樣嘅都市環境內底，較簡單來搬甲時間。即馬這個有代表性嘅香港建築技術可能豆豆消失。香港政府今年3月因為安全考慮，宣布會豆豆擴大金屬煙架使用。如果用鐵通嘅話咧，因為佢出邊市面上啦，以我所知啦，佢買到嘅材料咧，通常都係啲 size 比較長嘅，你翻到嚟要自己 cut。但係如果竹嘅話咧，我哋出邊咧，我哋其實已經係分好晒幾個尺寸嘅竹俾我哋揀嘅已經。同埋竹你相對起，即係你如果你要裁起上嚟咧，即係你要戒嘅時候咧，係方便好多嘅係。同埋你話安全性嘅話，其實竹咧雖然係即係可能個壽命係比鐵通係比較更加短啦。香港法庭局表示，建築工程內底用金屬煙架已經真早是出事。香港政府無期全面禁止，會繼續甲業界頂討論在竹仔煙架頂懸施作安全性。根據建築業議會，目前香港差不多2500個註冊的竹仔煙架機工，為2018年以來有23人因為竹仔煙架事故不幸死亡。在空中竹架內底地圖業有自身的機構在都市每個大樓內底8頂8下。另外，金屬煙架出台，竹仔煙架的速度目前依然是未知數。公司新聞黃文玲報道。今仔日西南氣流雖然有略略減少，也毋過中南部有關係會落大雨。氣象署就對苗栗以南11個縣市發布大水洪特報，尤其山區就要特別注意，這雨會落真粗嘛真高。咱做伙來關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北部地區27度至35度。
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26度至30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再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相会。